試想像一下，喺冬天有一具凍死嘅屍體俾人發現嘅時候，竟然全身上下乜嘢都冇着，但係喺佢身邊就散滿咗佢自己除低嘅外套、毛衣、衫褲鞋襪，而呢一啲衣物竟然全部都係佢凍死之前一件一件親手除落嚟嘅。Hello， 歡迎嚟到 Bilibala Reads。今日一開頭呢，就嚟同大家講一個好詭異、好反直覺嘅死亡現象。可能你就會諗，凍到死點解仲要除晒啲衫呢？乜唔係越着越多就越暖咩？但係呢，呢個其實係一個真實嘅醫學現象，叫做 paradoxical undressing， 即係矛盾脫衣或者係反常脫衣。研究顯示呢，凍死案例入邊有成20到50% 呢都會有呢個行為嘅出現嘅喎。咁呢個機制係點解呢？其實就係正常低溫嘅時候呢，身體就會自動收縮個末梢血管，減少熱量流失，去保護返個核心器官啦。但係當核心體溫都跌到去危險嘅水平，大概32度以下或者更低嘅時候呢，咁大腦原先體溫調節中心，即係下丘腦呢，就會開始失靈咯喎。結果就係原先收縮緊嘅血管呢，佢就會突然之間放鬆擴張咗，所以就會有好大量溫暖嘅血液呢衝到去皮膚嘅表面。呢一刻呢，嗰個就快凍死嘅人呢，就會產生好強烈嘅好熱嘅錯覺，所以就算周圍係零下幾度風雪交加嘅時候呢，都會覺得超級熱，焗到受唔住。而且喺呢一個神志不清半昏迷嘅狀態底下呢，佢就會開始好熱咁一件一件除晒啲衫。越除呢，咁體表面積呢就暴露得越多，散熱就越快，體溫跌得越更加多啦。咁就形成一個惡性循環，最後就加速咗佢嘅死亡。而呢一個過程呢，係完全反人類直覺嘅。呢一類凍死除衫嘅屍體呢，好多時候都係一啲貧困啊、獨居或者係一啲露宿者，佢哋都係冇開暖氣啊，冇人發現，而且係長期營養不良。而解剖嘅時候呢，就會發現佢哋內臟呢，往往都係好乾瘦得好犀利。呢個都係社會不平等嘅其中一個嘅證據嚟嘅。今日想同大家介紹一本書，叫做《不平等的屍體》，係由日本資深法醫西尾原寫嘅。佢用咗幾十年嘅解剖經驗，就通過睇咗一具具嘅屍體啦，去揭露咗原來生前呢有階級差別，但係就算係有階級差別係喺生前發生呢，佢亦都會影響到嗰個死後嘅死法啦、屍體狀況啊、死因判斷嘅喎。首先，我想講講中暑孤獨死呢樣嘢啦。隨住日本老齡化加劇呢，老齡單身家庭，即係65歲以上獨居或者單身嘅人士呢，喺95年到2015年間呢，20年就已經增加咗400萬戶，其實都增長好驚人啊！亦都會反映咗呢孤獨死個風險就會急升啦。同一時間呢，嗰個中暑死亡數字呢，亦都係急升嘅喎。根據厚生勞動省人口統計呢，05年中暑死亡人數就328人，去到2015年呢已經升咗3倍，去到968人。而2010年呢更加係創紀錄，因為嗰一年呢係記錄係一個酷暑嘅年份，死咗1731人啦。通常呢，老人家係佔中暑死亡嘅比例呢都超過60到80% 嘅。中暑呢唔單止係因為高溫環境影響啦，而喺同一時間呢，體內水分同埋鹽分呢都會大量流失，熱量亦都冇辦法有效咁散發啦，咁個核心體溫呢就會急升。中暑輕微症狀呢，可能只不過係頭暈啊、眼前一刻企唔穩，但係嚴重嘅呢係可以導致到痙攣、劇烈頭痛啊、嘔啊、意識模糊，甚至乎係休克嘅。而呢個情況呢，如果喺半夜瞓覺嗰陣時發生呢，就係最危險㗎喇，因為係冇人發現，而且亦都冇辦法去求救啦。書入邊呢，作者就話啦，中暑死亡案例嘅上升呢，佢覺得除咗全球暖化嘅原因之外呢，獨居者增多亦都係其中一個原因嚟嘅喎。日頭如果你喺室外中暑呢，至少都有人見到你攣低咗，咁就會即刻幫你 call 白車啦。但係如果係一個獨居者喺屋企瞓緊覺嘅時候中暑呢，就冇咁好彩咯喎。東京都嘅醫務院數據顯示呢，中暑死亡呢90%以上都係發生喺室內，而且嗰個情況係嗰個
人呢，幾乎都係冇開過空調嘅，有機會就係因為佢哋窮啊，或者係老人家節約習慣或者怕凍，所以就算有冷氣都唔開。呢一啲中暑死嘅屍體呢，通常解剖都會遇到一啲難題嘅。因為好多時呢啲屍體都係獨居者啦，所以佢哋屍體呢往往都發現得好遲，甚至乎係幾個禮拜先至會有人發現佢哋。當時嘅情況呢，就係屍體已經嚴重腐爛咗，所以就死因線索都消失埋啦。而且第二個難題就係人死之後呢，就唔會再產生熱能，所以嗰個體溫呢就會下降去到同環境溫度一樣。譬如室溫係30度嘅時候呢，個屍體溫度呢都會慢慢落到去30度，所以係好難證明到底佢在生之前呢係曾經好熱或者係好高溫度啦。所以呢一啲好多嘅個案呢，都只可以診斷為死因不明嘅。其實呢啲都係一個好典型嘅情況，就係低地位嘅獨居者，佢哋死得寂靜無聲啦，但係有屋企人或者社福支援嘅人呢，就容易及時獲救。呢個都係階級不平等嘅其中一個證據嚟嘅。跟住落嚟個 part，我想講一講自殺死亡呢樣嘢啦。厚生勞動省嘅數據顯示呢，喺15年嘅自殺註冊者入邊呢，失業同埋退休嘅無業人士係佔咗59.6%，超過一半嘅。而自殺動機呢，第一位就係因為健康問題，而第二位呢，就已經係經濟同生活困難，例如係債務、失業、貧困嗰啲啦喎。而自殺死者入邊呢，男女差異都好明顯嘅。男性嘅自殺率呢會更加高啦，尤其佢哋會更加因為經濟原因自殺嘅比例呢係特別高嘅。書入邊解剖統計呢，自殺呢就佔總解剖個案嘅8.9%，而最常見嘅手段呢，咁就係上吊，即係吊頸呢，就佔咗32.1%，其次呢，就係跳樓15.5%。呢一啲嘅自殺手法呢，其實都係最致命，亦都會令到個屍體損傷十分之嚴重嘅。失業呢，就唔單止令到嗰個人好窮啦，經濟壓力好大啦，而且仲會帶嚟好巨大嘅心理壓力。例如係自尊崩潰或者孤獨加劇等等嘅情況啦。但係如果係比較富裕嘅人呢，佢哋就會有比較多嘅心理治療、經濟緩衝或者家人嘅支援，自殺嘅風險呢就會低好多啦喎。咁反而係貧困者呢，壓力就會直接爆煲，所以嗰個死法呢就會更加暴力，而屍體損傷就會更加嚴重。呢個亦都反映咗經濟階級係點樣直接決定個死亡方式嘅。跟住落嚟就想講一講貧窮或者係富裕嘅死因同埋屍體嘅比較啦。書入邊作者呢，佢都專門攞咗貧困嘅屍體同埋幸福嘅屍體嚟對比。大家可能覺得點解屍體呢都會有分貧困的啊或者幸福的屍體啦？其實個對比呢都好清晰嘅喎。係一啲低地位嘅貧困者啊，或者係一啲好社會低下階級嘅人呢，佢哋嘅死因其實多數呢都係一啲可以預防嘅所謂社會病啦，例如係凍死、中暑、自殺、意外等等。因為呢一啲呢，如果係有足夠嘅支援嘅話呢，其實係可以免去咗呢一啲嘅死亡情況嘅。佢哋呢啲嘅屍體特徵呢，發現嘅時候已經好遲，所以就腐敗晒，或者係已經化成一個白骨咁啦。解剖嘅時候呢，會見到佢哋嘅內臟都好乾瘦，而且係因為可能發現得遲啊，或者腐敗晒呢，佢哋嗰個死亡嘅原因係通常都係死因不明嘅比例會更加高啲嘅。喺解剖台上面呢，佢哋嘅屍體就會代替咗個沉默亡者去發聲啦，去揭露咗佢哋生前貧困、孤獨同埋缺乏支援嘅悲慘情況。咁對比而言呢，一啲高地位或者係有錢嘅死者呢，佢哋死因通常都係因為自然老化、癌症、心臟病等等嘅慢性病，就會安詳咁樣病死或者喺醫院離世啦。嗰個屍體呢，情況都係 keep 得十分之好嘅，因為佢哋都有及時發現，例如係屋企人或者係醫院嘅介入啦，而且個屍體都係好乾淨完整，死因亦都好清楚，有晒齊全嘅醫療記錄啊等等。喺佢哋臨終嘅時候呢，亦都會有屋企人嘅陪伴，醫療資源亦都好充足，死得有尊嚴，亦都冇痛苦嘅拖延咁樣樣。
聽到呢度呢，你可能都會覺得有啲唏噓。喺解剖台上面，每一具屍體其實都係沉默嘅證人嚟嘅。生前嘅貧富懸殊都會影響到死後嘅死化屍體或者係死因嘅情況。其實中國都古語有云，就有一句未知生焉知死啦。但係作者呢，佢就用解剖刀去俾我哋一個更加尖銳嘅提問。其實係咪未知死焉知生呢？因為死其實唔係一個終點，而係一個新嘅鏡嚟嘅。一個人點樣死呢？往往就照出咗佢生前係點樣去活。一個社會點樣去看待死亡呢？往往就暴露咗佢點樣去對待最弱勢嘅人。有錢有屋企人嘅人就死得安詳，俾人記住啦。但係貧困孤獨嘅人呢？佢哋通常都死得好詭異，俾人遺忘，甚至係死因都係不明嘅。但係其實呢，每一個人生前都係一樣嘅血肉之軀啦，死咗之後亦都係同樣嘅冰冷軀殼嚟嘅。不平等呢，可以唔係一個命運，而係一個選擇嚟嘅。我哋可以漠視，亦都可以關心啦。所以下次如果見到樓下獨居阿婆啊，或者街邊嘅露宿者，或者係遇到一啲壓力大到唔見人嘅朋友呢，我哋都可以多行一步去問候多一句。我哋嘅改變呢，唔使大到要改變成個世界，而係有時一個電話、一個探訪或者係一句説話呢，就已經係對不平等嘅少少反抗嚟㗎啦。喺享受你人生嘅同時，或者係珍惜你擁有嘅溫暖嘅同時呢，記得要俾少少溫暖俾呢個世界最需要嘅人。就好似詩人泰戈爾所言，把自己活成一道光，因為你不知道誰會藉着你的光走出了黑暗。請保持心中的善良，因為你不知道誰會藉着你的善良走出了絕望。聽到呢度，如果你覺得呢集觸動到你，就記得 like、subscribe and share， 同埋留言話俾我知你嘅感受，或者你身邊有冇類似嘅故事呢？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